我叫陳可怡 Tiffany。從讀書到做嘢，我嘅成功之道係把握分秒，將目標超額完成。我叫陳可怡，而家喺康運理財裏面擔任緊聯席董事。除咗幫到客人去做一啲財富增值之外，其實每個人去分享佢嘅故事俾我聽啦，我就好似經歷咗佢嘅人生一樣咯。我用咗3年嘅時間，我就晉升為公司嘅聯席董事，而且喺過去嘅3年，每一年都攞到8萬年薪。除此之外，仲會擁有咗自己嘅團隊喎，其實都真係好感恩。咁其實最大嘅成就咧，反而係客戶同埋團隊對我嘅信任。我想多謝返珠海學院 Finance Department 嘅所有老師，佢哋當時咧真係用好多自己嘅私人時間嚟教我嘢㗎。嗰陣時學嘅所有嘢啦，喺而家見客嘅時候都可以實踐做出嚟。I recognize.